如果现在500块的话，有将近80%的老师是没有授课意愿的。教育部调整高中以下老师钟点费政策，全台各县市政府甲各中课后辅导，也就是第8节甲寒暑假辅导课程，钟点费调升到540块，甚至更较悬。也毋过台南市教育局也阁停伫咧500块。第一个就是今年的7月一定要立刻调升到540，至少要到540。第二个是，我们要跟教育局还有现场老师呼吁，依照中央的母法，老师是可以自由选择参加要不要上第8节的。所以，如果教育局没有调升钟点费，大家更应该是用心的去实施这份老师的权益。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提出诉求，除了爱调整钟点费到540块，嘛爱真正落实老师的劳动权益。因为经过的调查显示，若是110个学年度有望维持现况，有高达87.4%的老师明确表示无意愿上课后辅导课程，这位议员拢站出来帮忙争取。目前台南市只有调涨11%，明显已经落后了我们6都之末了哈。辅导费是使用者付费，是由家长自行来负担。那我不相信这40块会让家长有所任何的反弹。希望我们的教育局这边真的是要跟上其他县市的脚步赶快来调整调到540元不要让台南成为最亏待老师的城市老师都是教育系统的伙伴，是教育局的伙伴，所以我们一定要体恤老师啦。应该要考量到我们教学现场最了解我们老师的心声的工会这一边。目前我们是有预计要来召开会议来调整这样的钟点费啦。但是我们在调整钟点费，也要跟我们老师跟我们家长们一起来讨论。依我们现在全国的现况是这样，我们建议要怎么样来调整，这我们会在会议上面再一并来讨论面对着诉求，教育局回应将收集各县市调整情形，并透过相关人员召开会议，研议出调整幅度、取得平衡的方案。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